准家乡唔係講搶粗茶送茶就好，在呀填票之前，我先了解到我從那邊茶時間係幾多點，我先來分工合作，留票填好來，安尼就唔會無謂嘅，去到現場無個實真好。故所咧，阿媽老阿娘咧非常嘅用心，我共下來分工合作，來了解到整家鄉一件事情，其實有買點路，韓國事情嘅分工咪非常嘅重要。接下來，我就來看一下對話當中會出現到嘅詞彙。客家話出門，出門，華語的意思是出門。出門，客家話洗腰，洗腰，華語的意思是需要，需要。客家話做乜嘅，做乜嘅，華語的意思是做什麼，做什麼。客家話下禮拜，下禮拜，華語的意思是下次，下次。客家話愛提早出門，愛提早出門，華語的意思是要提早出門，要提早出門。客家話下禮拜共下來做，下禮拜共下來做。華語的意思是下次一起來做，下次一起來做。送茶前是要做乜嘅？送茶前是要做乜嘅？華語的意思是上車前需要做什麼？上車前需要做什麼？